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13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18天。根据媒体报道11月30号，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州乌克兰突出部发动进攻，但未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声称，俄军已经推进至马尔蒂诺夫卡，也就是苏贾的东北部和达里诺附近，以及托尔斯泰山口东部，均位于科列涅沃东南部，并占领了达里其余部分。但美国战争研究所尚未观察到这些说法的确切证据。俄罗斯消息人士称战斗仍在科列涅沃东南部的诺沃伊万夫卡、达里诺、尼古拉耶、达里诺和夏克林附近，苏贾西北部斯维尔德利科沃附近以及苏贾南部继续进行打击。11月30日，在库尔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军高级士官报告称，在乌克兰发动破坏性袭击后，俄军大多以3至5人的小队部进攻，并停止使用重型装备，而是使用全地形车、摩托车。该军官表示俄军正在前线5至7公里处集中预备部队，但乌军的袭击阻止了俄军进行轮换。在库尔斯克进攻的俄军现在惨到什么程度呢？俄军坚持这种人肉冲锋化零为整，化整为零进行这种3、5成群的小队轮番冲击乌军的阵地。泽连斯基总统11月30号的这个视频中说在过去1周里，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500多枚航空炸弹，近660架机型无人机和120枚各类导弹。仅在昨晚，乌克兰防空部队就成功拦截了30多架无人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每天都面临这样的攻击。我们的国家进行了抵抗，我们的武装部队继续打击侵略者，我们的人民为建设强大的乌克兰而努力，我们合作伙伴支持我们。泽连斯基说说明这个地保老人现在已经是穷心凶极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能靠对这个乌克兰进行这种狂轰滥炸来逼乌克兰就范。乌克兰第3突击旅一名上校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为扎波罗热地区进行大规模进攻做准备。他说敌人现在正在前线这一地段集结和重新部署部队。随着这个1月20号越来越近对地保老人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得抓紧时间这2天晚上讨论比较多的还是英国天空新闻报道的泽连斯基谈到关于谈的计划也就是说把乌克兰现在控制的部分这个加入北约，被俄罗斯控制的部分通过谈判收回。加入北约以后北约要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对吧？它这个是1991年边界。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在争论然后这个有很多媒体就说这个泽连斯基答应以领土换和平。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央视新闻频道居然播放了这一段，也就是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的原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Ukraine joins NATO, but Russia takes control and keeps the land that it has to date. Would that be a possibility? Ніхт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нам бути в НАТО. No one has offered us to be in NATO with just one part or another part of Ukraine. The fact is that it is a solution to stop the hot stage of the war, because we can just give the NATO membership to the part of Ukraine that is under our control. Факт, можна було б, ніхт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Yes, it could be possible, but no one offered. Треба робити. But the invitation must be given to Ukraine within it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border. Гарячу стадію війни. But if we want to stop the hot stage of the war, зонтик, амбрелу, we should take under NATO umbrella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that we have under our control. Швидко. А далі That's what we need to do fast. And then Ukraine can get back the other part of its territory diplomatically. 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被认为是其在停火问题上的重大转变。此前，泽连斯基曾多次强调，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实际上啊，通过这个视频啊，这泽连斯基的态度说的明明白白，泽连斯基根本就没有说把领土不要了，只是收回领土的方式发生变化，他要分步走。这个我们在昨天节目已经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泽连斯基啊这一招啊非常巧妙啊，说明泽连斯基现在是越来越成熟啊。大家也知道啊，泽连斯基面对的是特朗普和地保老人，特朗普一向是以不按常理出牌，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搞什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不知道。而这个普京呢，那更是他已经掌控俄罗斯啊几十年，所以泽连斯基跟这两位过招啊，那当然得小心谨慎。为什么说泽连斯基非常成熟呢？我昨天节目说了，泽连斯基现在把球啊踢给了北约，踢给了美国，踢给了普京，对吧？你特朗普想要1月20号上任以后啊，24小时之内实现停火，我泽连斯基啊全力配合，所以啊，到时候停不了火，你屎盆子不能扣到乌克兰头上。完了，他还没得罪特朗普，他也没得罪北约，他也没得罪欧盟。假设啊，北约同意了这个乌克兰现在自己控制的部分加入北约，那这个地方就已经保护住了。剩下的4个州啊，北约承认那是乌克兰，要靠外交谈判去争取。外交谈判失败的话，那不就是打吗？这难道有什么好争议的吗？不还得打吗？再说了啊，北约也不能同意啊，因为北约那个你要加入北约，你的领土就不能有争议。普京更不能同意啊。昨天咱们说过了，你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就是要给乌克兰军事化，不能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者你乌克兰既加入了北约，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实力还越强，俄罗斯在自己身边搞了个强大的对手出来，普京能同意，俄罗斯人也不能同意啊。所以你看，泽连斯基就像是把球踢给了特朗普，踢给了普京，踢给了北约，对吧？你北约发出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啊，国内有很多媒体，对吧？还有热搜就写啊，泽连斯基什么态度软化，泽连斯基同意以领土换和平，那感觉好像泽连斯基已经投降了，就是以讹传讹。不知道泽连斯基啊叫以退为进，绵里藏针。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要想让俄罗斯被迫坐到谈判桌上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远程导弹，至少需要500枚射程在600公里以上的远程导弹，也叫越打越远，而且导弹要广购，给俄罗斯啊炸一遍。关于这个谈判啊，俄罗斯的这个可炮叫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啊，他在电报频道中说啊，预计特朗普政府和基辅当局之间不会进行轻松的谈判，他确信基辅将继续坚持对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进行全面战争，并尽可能拖延乌克兰总统选举，因为这是维护泽连斯基权力的唯一方法。泽连斯基已经变得非法。实际上这个梅德韦杰夫啊没有必要在这儿像个怨妇一样说泽连斯基非法。梅德韦杰夫说啊，因此特朗普政府不会与班德拉政权就这一话题进行轻松的谈判。对泽连斯基来说，停止战争就像死亡一样，这是他们血腥权力的终结。老规矩啊，这个梅德韦杰夫表面上是在骂泽连斯基，实际上他是指桑骂槐，骂的都是普京啊，对吧？他攻击泽连斯基练权，不交出总统权力，泽连斯基已经变得非法，这个是在骂谁呢？不就是在骂普京吗？泽连斯基才搞几年啊就非法了，那普京已经搞了快30年了，20多年。泽连斯基人家这个推迟选举是由乌克兰最高拉达同意，人家是根据现行法律宪法，人家还没有改宪法，对吧？地保老人改宪法来回改，这个梅德韦杰夫啊本来是叫江山轮流坐，每个人搞一届，结果地保老人一脚把他踢开了，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啊就像个怨妇一样，天天抱怨，但是他也不敢明说，所以他只能去指桑骂槐，骂泽连斯基非法。要说非法，谁还能有地保老人更非法呢？停止战争就像死亡一样，这是他们血腥权力的终结，这个恰恰不就是地保老人的写照吗？根据这个新闻周刊报道啊，他说白宫已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啊，目前没有考虑向乌克兰归还核武器的想法。问题啊，恰恰就出在这儿，这个就是否定式的肯定，就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呢说，目前没有考虑将核武器归还乌克兰的想法。那言下之意就是过几年就有了，现在没有，这不就是否定式的肯定吗？这3年来啊，拜登啊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耍地保老人，欺骗地保老人，关键是地保老人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你说这也奇了，从这个榴弹炮到海马斯，到坦克，再到飞机，再到能打300公里的导弹，再到打击俄罗斯本土，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你看现在一直在讨论核武器，只要一讨论核武器，那就是表明啊，美西方在给普京啊做心理建设啊，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一会儿不给一会儿给，等到这个普京啊自己都烦了厌倦了，不厌其烦，那核武器就到了乌克兰。最近啊，外媒报道啊，朝鲜的这个派往俄罗斯的最高指挥官金英福
善将，变成耗材，化为乌有。当然了，这个朝鲜官方啊，并没有，俄罗斯方面也没有确认。但是这一次啊，俄罗斯国防部长叫别罗乌索夫啊，突然跑到朝鲜去访问，给人感觉很突兀。这个别罗乌索夫这个人跑到朝鲜去，要么就是跟司令官要人，希望因为前线啊还是缺人，要么就是要为金英福善将的这个军事化要向司令官做出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这么高级别的这个将军啊，他们这个行踪是非常保密的，怎么就让乌克兰人知道了？然后乌克兰人就很精准的发射了10枚风暴引炸弹，就是那个钻地弹，就给他们全报销了。司令官啊，有理由怀疑是你俄罗斯内部出问题，你俄罗斯有内奸啊！先朝鲜的司令官在那儿碍事，吃得多，然后指手画脚，恐怕跟这个俄军的配合也不是很协调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因为俄军自己内部配合都有问题，要不然普里戈金、瓦格纳有可能叛变啊，就是哗变啊，不可能起义啊，不可能天天骂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是造谣，大家应该能想象得到。所以说，朝鲜的士兵啊，到了库尔斯克，那跟俄军之间的矛盾啊、摩擦呀，就不亚于跟乌军啊。那如果以俄军为主的话，朝鲜士兵军队要听俄军的，那你朝鲜的士兵那就吃大亏，对吧？开路让朝鲜士兵去，断后又让朝鲜士兵去，这谁受得了？完了胜利的果实，自己的嫡系部队去摘，这个是战场上常有的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呢很有可能故意的把情报出卖给乌克兰，然后把这个司令官派来的这个金英福善将这个石头啊、绊脚石啊给他搬开。俄罗斯有没有这么干，都得向司令官解释去，打消司令官的疑虑。正好司令官的迈巴赫啊要保养了，你俄罗斯人得想办法给整点零部件过去。这个司令官可以说是已经占了俄罗斯这个破船，凶多吉少啊。为什么呢？这个司令官应该看一看叙利亚，这个叙利亚跟着俄罗斯后面混，现在什么下场？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已经拿下了这个阿勒颇，应该是叙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啊，还占了好几个机场。现在媒体报道啊，12月1号，俄媒报道，巴沙尔全家抵达莫斯科，并与家人住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酒店。开源情报机构追踪到一架俄罗斯空军的伊尔62M 周六从莫斯科起飞，降落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有消息人士表示，很可能接走了阿萨德全家。但是也有媒体说阿萨德已经离开了莫斯科。但是呢，叙利亚人又说阿萨德并不在大马士革，也就是说这个阿萨德到现在还没有现身，还处于隐身状态，到底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司令官应该以阿萨德为，阿萨德指望着俄罗斯那简直是所托非人呐。俄罗斯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由于没能控制住叙利亚的事态，没能防住叙利亚的这个反政府武装，俄罗斯方面已经将驻叙利亚俄军指挥官谢尔盖·基塞尔中将免职。这个基塞尔中将曾经是俄禁卫军第1坦克集团军参加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很快因为指挥无能被免职，发配叙利亚成为驻叙利亚俄军司令。这样一个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败将、败军之将，跑到叙利亚去，指望他保护巴沙尔有什么用呢？能打仗的、有点战斗力的，都在乌克兰战场。所以在叙利亚的俄军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最近突然之间，或者叫一夜之间，俄罗斯和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已经有所预期就是特朗普一上台就要对大国加征关税，现在说是10%，说不定以后有更多。就特朗普天天念叨给大国加关税，到现在也没加，好歹要等到1月20号吧。但是有个国家等不及了，先给大国把关税给加上。这个国家就是黄俄的这个俄爹俄罗斯宣布对来自大国的家具、五金配件开征55%关税。你看看这个俄爹还是给面子的因为特朗普说了要开征60%，所以俄爹说我比特朗普少一点，显得咱们关系好，所以他加征55%，这面子给足了不要小看这5%那就是面子加征的是家具配件，关税从0一下涨到55%，连俄罗斯的家具协会都表示不理解，并要申诉。由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限制以后，大国出口俄罗斯的家具配件弥补了俄罗斯国内需求，解决了燃眉之急。每年俄罗斯的进口量达到了13亿美元。你看，加征55%的关税，说来说去就是俄爹缺钱了。你加征55%的关税嘛，还不是因为俄罗斯打仗开支太大，没有钱了。这个家具配件影响毕竟小，对吧？一共是13亿斤，先来做个实验，看看各方反应，看看黄俄是不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俄爹。这俄罗斯越打越有钱，对吧？越打越富。既然都这么有钱这么富
错了，你何苦要对兄弟啊，对这个支持你的这个大国啊下手呢？人家特朗普天天念叨，毕竟到现在还没下手啊。你这个俄爹怎么还捷足先登了呢？还先下手为强，你后下手遭殃，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个黄俄啊，面对俄爹加税，那可是静悄悄的啊。这特朗普一说加税60%，那是一顿骂呀。这为什么这样？当然了，大国啊立马还以颜色，大国对向俄罗斯出口机械和化学品实施新制裁，大国将提高俄罗斯企业在中国采购机械、技术设备和化学品的门槛，大国将发布一份扩大的受出口管制的军民两用产品清单。俄罗斯媒体援引进口商和外贸顾问的消息报道了这一情况。更新后的清单将纳入设备，尤其是服务器及其组件，这些目前难以运往俄罗斯焊接所需的特殊气体，目前也将受到限制。据他称，先前协商并付款的货物目前正在发货中，而关于后续交货的合同尚未签订。根据新规定，对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大国公司将征收25%的关税。然后，大国官方的通报中并未包含这一信息，也就是大国啊向俄爹下手了。但是呢，照顾小黄俄的面子，小黄俄的心理啊，就没通知小黄俄，所以小黄俄不太知道，对这个养父啊已经对亲生父亲下手了。国际商务合作国家协调中心副主任库兹涅措夫表示，与此同时，通过第三国向俄罗斯运输货物也将遭遇难题。大国的出口管制适用于所有跨国运输。据他称，现在大国出口商除了需要特别许可证外，还必须提供货物最终收货人的信息，这使得支付过程异常复杂。新规定似乎表明美国已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现在向俄罗斯出口关键产品将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能完全中断。据他称，大国正在向美国展示其防止敏感技术和材料被用于非和平目的的决心。此前，大国公司开始停止直接向俄罗斯发货，并要求将进口转移到第三国。这一措施适用于那些被列入对外经济活动禁运名单的商品，例如电子产品。天天看我节目呢，应该知道啊，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大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一定是越来越少啊。美西方施压，欧盟一施压，扛不住了，那就再收缩，扛不住了再收缩，不会为了俄爹而去真的跟美国或者欧盟去对抗，只会啊能赚一点是一点。现在赚不了了，那就不赚了，对吧？出口越来越难，卡得越来越死，这个是必然的。现在12月1号开始，关键是他在国内他没有宣布，也不报道，这个是俄罗斯人捅出来的，对吧？如果我们自己报道这个事情，那不没面子，那不是斩美帝志气，灭俄爹威风吗？这让小黄情何以堪了？所以说他就不报道了啊，悄悄的执行就完了，不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个也有媒体报道啊，最近卢布崩盘了，已经影响到大国的一些跨境电商。俄罗斯卢布汇率暴跌，给大国跨境电商商家带来压力。业内人士表示，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及预期不断升温，引发中国出口商普遍担忧，不少出口商暂停在俄罗斯电商平台销售产品。数据显示，人民币对卢布汇率从11月22日1元兑 3.99 卢布上涨到周四的 15.61 卢布，周五又跌至 14.91 卢布。业内人士安迪郭表示，卢布持续贬值对大国出口商造成严重损失。一方面，卢布贬值导致国内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削弱了俄罗斯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减少了我们的订单。另一方面，汇率波动进一步侵蚀了大国商家结算或者利润空间。不有小黄鹅说卢布贬值对俄罗斯没有影响吗？俄罗斯人用的是卢布，你看看，卢布贬值导致俄国内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削弱了俄罗斯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他说啊，约有15万大国跨境电商商家活跃在俄罗斯几个主流电商平台上，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快速增长。一位向当地商务局就帮助的深圳跨境电商经营者表示，我的公司在俄罗斯电商平台销售价值数百万元的产品，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货款。你看看，你跟俄罗斯做生意还得小心点，不仅卢布贬值带来的损失，关键你货款都不一定能收得到。这个我在1个月前就说了啊，对吧？跟俄罗斯做生意的这些商家赶紧收手吧，把钱要回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呐。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这个1月27号，一名俄罗斯的小哥啊发视频说啊，俄罗斯人生活现状，大家看视频啊。生活现状挺惨的，俄罗斯现在没钱，俄罗斯普通百姓也没钱，俄乌矛盾持续好几年，人力、物力、财力大量消耗，加上欧美制裁，外资企业几乎全部撤资，在俄罗斯现在连 KFC、麦当劳都买不到。
日常百货的种类大大减少。我前几天和妹妹打电话，她现在1个月工资3万，然后卢布贬值，汇率下降，换算成人民币1个月才2100。但是物价却高得离谱，西红柿1斤要14。网上看到我们俄罗斯人过得还可以，其实真的蛮难的。根据这个小哥说的，俄罗斯人生活还真是挺惨，普通老百姓没有钱。他妹妹月薪3万卢布，3万卢布也就是2000块钱，但物价高的离谱。这个小哥是俄罗斯人呢，我想俄罗斯这个物价飞涨是可以预见的，后面物价会越来越高。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已经在崩溃之中。大家算账大国收紧了对俄罗斯的出口，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卢布贬值，也就是说大国也要相应的减少从俄罗斯的进口，这样保证双方贸易平衡，不会受对方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如果进口和出口相当，就相当于对冲了，没了。如果俄罗斯人手上有大量的人民币，他就要抛人民币换美金或者换其他的货币，这个不利于大国。如果大国手上有大量的卢布，卢布又贬值，所以出口如果再收缩的话，进口一样会收缩。这就是贸易里面的诀窍。这个不像对美贸易，你对美贸易咱们顺差是美金，美金是大家都要的，所以我们要拼命给美国出口东西。那大国如果减少跟俄罗斯的进口，这不俄罗斯经济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加速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